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。我相信屏幕前嘅你已經忍唔住幫我講埋下一句㗎啦。但係成日掛喺大家嘴邊嘅大灣區，究竟你係咪真係了解呢？粵港澳大灣區係而家世界4大灣區之一，包括紐約、舊金山、東京同埋我哋大灣區。而我哋身處嘅粵港澳大灣區係人口最多、規模最大嘅灣區，由9+2、11個區組成，包括2個特別行政區、2個超一線城市。香港人稱東方之珠，唔單止係shopping天堂啊，金融實力更加不容小看。曾經嘅亞洲4小龍之一，旅遊同埋消費重點打造嘅對象。澳門當然第一印象就係葡撻同娛樂城啦。同香港一樣，回歸後被評為特別行政區，有自己嘅一套制度。計我話齋，都算得上係歷史名城，好多古建築都依然保留得好好。廣州，廣東人心目中嘅省城地區，一盅兩件嘅飲茶文化發源地，一個新舊融合嘅大城市，輕鬆同埋快節奏都可以同時實現。深圳，大灣區嘅龍頭城市，打工人心目中嘅朝聖天地，一個全新嘅城市，經濟喺幾十年間快速運轉，外來人口甚至乎比本地人仲要多，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有無限可能。而其他城市仲包括咗佛山、珠海、惠州、東莞、江門、肇慶，當然仲有我哋身處嘅中山啦，一個集吃喝玩樂輕鬆嘅休閒城市，當然都係我哋港人嘅退休生活集中地。而放眼未來嘅大灣區，已經有專家預言呢度係未來嘅一個超級城市，人口可能會超過1億人，11個地區將會變成超強融合體。而家嘅大灣區有3種貨幣、2種體系，連每一個城市嘅分工都大有不同，可以真正咁做到共享資源、互幫互助，變成一個源源不停嘅商業生態鏈，簡直就係未來可期。想了解更多大灣區嘅信息，記得關注我。我係集吃喝玩樂資訊分享嘅灣區生活體驗官羅賓 Sir。